们用感恩心来欢迎今天有20多位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参加洗礼，还有我们的信仰告白，还有小儿洗礼。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给他们欢迎一下，好不好？有挂这个名牌的，而且还有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亲友也都来我们一起都摇摇手，可以吗？摇摇手，好不好？哎，拍手，拍手，拍手，感谢主。我们觉得教会有增加新的家人，心中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勉励，一起来学习我们现在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看在今天的主日礼拜，满满的感动，是因为主你带领了20多位我们的新家人，今天要决志受洗。他们无论是信仰告白，或是成人洗礼、幼儿洗礼，他们是神所祝福的儿女。我们愿今天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聚会，蛮感恩的聚会，也能见证神救恩的聚会。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今天有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牧师用主的话来欢迎、来勉励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信仰告白，还有坚信礼，还有儿童洗礼。我们4种模式的洗礼，那个礼仪都是在第2堂都有了第2个是第3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借由圣餐来见证神的救恩我们从这里去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今天的主题叫做后主降生迎新家人。后主降生，我们要先了解新家人有什么意义，是要看主降生的意义，先了解，我们就发现说，成为家人是何等宝贵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联谊会，说，哇，今天增了几个会员，牧师为了健康运动，说参加那个桌球队，桌球那个俱乐部我们的他叫协会啦，他们就一直在邀请说，你来加入我们的桌球有的是月缴的，有的是年缴的有的是季缴的一年份的缴的费用比较便宜那个是很松散的会员呢。我今天不参加，我就再见或是别的这个桌球协会比较设备比较好，我就加进去了人家也不再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你有交钱不交钱比较重要但是我们要成为主的家人，那就太珍贵了。他的理由，我们在第一部分来分享。时间的关系，经文我们就不复习了，你们可以在周报里面看那第一个，是因为先知的预言，他说时候将到，诺言要实现。时候将到，诺言就是耶利米书33章所记录的。有几个点让我们做一个重要的要点的提醒第一个，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一个宣告。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是以色列百姓遇到灾难的时候，是被掳的时候，就是等于是亡国的时候。那当然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当一等国民是被异族异邦所统治的、所管理的他们没有自由。其实台湾我们在这几百年来也常常碰到这种现象，就是别的国家来统治我们。那当时的耶利米这个先知，他的预言到底是怎么样去解读呢？第一个，上主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应许的祝福要实现。我们想说，这个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嘛。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的百姓，遇到苦难的百姓，遇到自己的国家被灭亡不能自己自由自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同身受嘛？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听到耶利米宣告，他们的认知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在那个时候，上主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告，但是有几个线索。第一个，他说要为大卫兴起，换句话说，他们心中最伟大的君王就是大卫王，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当中是最高峰的时刻。他们认为那个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国度。
但是又已经亡国了嘛，只要缅怀过去嘛。所以当他们听到先知所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非常强盛的一个领导者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苦难？这是他们的期待。所以说正义的枝子，而且是要正义治国，表示这个是很有强大能力的哈。那怎么实现呢？他说他的枝子就是这个枝子的统治之下，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以耶路撒冷人民要享受太平。这城将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从这个文字内容，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强盛的象征嘛，人民平安喜乐的象征嘛。那这个跟我们迎接主耶稣降生有什么关联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很多先知在预言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认知，他们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有一个英雄，像大卫一样，重新带领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强盛、不被欺负、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当我们遇到耶稣降生，这个故事就重新改写了。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等候，是在等候弥赛亚降临来救赎世人。早期就是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期待，哎呀，能不能有一位大卫的子孙来救救我们吧？他们就是一代一代传承哦，把这个故事一直讲哦，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哦。他们是一直期待着，但是当这个历史的关键点的时候，这个弥赛亚来了，但是可能就不像犹太人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包括跟耶稣一起打拼的那群门徒，跟追随者，他们的心中的期待，跟耶稣所宣告的差异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呢，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能够为犹太国来带领他们来拯救跟盼望。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犹太人在战后2次大战大概48年之后才重新建国。那他们这个建国跟他们原先的弥赛亚还是有差距啊！他们现在还在为他们自己的生存打仗，对不对？北打那个黎巴嫩南打那个哈马斯，哇！为了自己的生存就是一直在战斗但这个跟他们所期待的犹大的枝子，这个大卫的枝子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还在现在这种期盼当中。不过，当耶稣降临、耶稣降生，基督徒却已经确信了，这位弥赛亚、这位大卫的枝子是要带来整个属灵国度的统治了，不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这个土地的掌管者，而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救恩，他属灵的国度被他掌管。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等于说，弥赛亚早已经到了。但是现在在这2000来，还是一直在拉扯。犹太人他们一直在期待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基督徒的国度，包括整个世界好几十亿的人，就已经每一个年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所以有一个很矛盾的概念，就是上帝早已准备好，要在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过犹太人他们还陷在那个困难当中，没关系。但是基督徒已经发现了，原来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带来的救恩，就是今天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新的朋友加入教会这个重大的关键。这关键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所说的，上主还在等待，他要等候施恩给你们。我们原先以为说犹太人就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嘛，原来是神在等候我们。还有包括我们也预备好在等候他的时候，就是连接到了，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的人多么幸福啊！就是一个对应嘛。上帝已经备好，就像一个爱百姓的父亲，他愿意将最好的给他们。但是，你要不要去接受？你要不要去领受？你要不要得这个恩典？
他想对应之后，他说信靠的人就有幸福哈。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第2堂礼拜啊，有20多位弟兄姐妹要加入我们的教会啊，算一算一共有30位了哈，人总数是30个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要加入教会。那我们刚刚讲说，上帝把这个弥赛亚救恩给世人，他说信靠人就有嘛。但是你今天来加入教会受洗，那到底它的连结点在哪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哈。今天这个洗礼就是一个关键。洗礼这个圣典是奉主的名受圣灵的洗。等一下你们在观礼的时候知道说，牧师就是在盘子抓了一点点水为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按手就结束啦，简单还不到10秒吧。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是在宣告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属灵的意义，就是也是奉主的名让圣灵为你施洗，等于圣灵为你做了一个记号，做了这个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到底在哪边呢？是从此你就是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你以为说这我在家里面都有爸爸妈妈，还多了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差别呢？它的差别大了，因为你要承受上帝所赐的恩典、祝福跟产业。除非你觉得这个跟你无关紧要，你不愿意，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产业是包括永生的生命，那就是不是小事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解说成为家人的缘由。今天我们说迎接新家人，对不对？他们可能平常就跟我们熟悉了，我们大家打成一片大家好朋友吃吃喝喝都有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特别的这个点，他们就成为新家人？因为它不是一个 social 的概念，不是一个成为一个 club 的概念，不是成为会员的概念，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家庭的概念。所以他说，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句是罗马书这边所写的。换句话说，牧师不是说我们这个洗礼吗？就奉主的名给你施洗，不是牧师有什么魔术，或是那一滴水有什么特别，是因为宣告主耶稣他亲自宣告说，你要奉我的名洗礼，要奉我的名。所以牧师说，我奉天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为你施洗，是因为他的能力要把你认定，你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了。好，成为他的儿女有什么特别呢？好，如果说这个家庭这个零零碎碎破破烂烂的，成为这个家的儿女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可能有人不想要。但是你如果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家族大家族这个1000亿的家族哇，一大堆人抢着要当他的儿女，对不对？我们不是看到有一些企业家啦不小心娶了3、4个哇，儿女一大堆平常都相安无事，但是这个长辈过世了，哇，糟糕！突然间冒出好几个，说我也是他的儿子，我要继承财产。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有利可图他觉得要得到这个资产要认定是他的儿女但是也有人根本不甩这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路加福音记载一个浪子，对不对？他跟哥哥2个人在这个父亲的照顾之下享受很快乐，但是他觉得不满意，他觉得我如果自己来我自己掌权的话，我可以做得比爸爸做得更好，所以他就要求他父亲把财产分给他，就是远到他乡，他说你要看我成功回来没想到出去外面哎呀，遇到坏朋友啦不会管理钱财啦所以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哇，糟糕，落魄潦倒，只好跟猪来抢吃的。你看人，我想比流浪汉还严重，对不对？流浪汉总是还有一些人的吃的东西，他竟然跟猪来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发现说，哎呀，原来当我父亲的儿子是多宝贵对不对？所以圣经怎么说？
路加福音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我爸爸身边，我现在不敢当他的儿子了，我只要当他的奴隶就够了，当他的那个仆人，我只要有一口饭吃，至少比我在外面落魄潦倒好。”你看，前后差异那么大。爸爸在家里面享受福乐，他不要，他就是故意要自己出去，不看重他儿子的名分。但是当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才知道，连当他爸爸的仆人，他就很乐意啦。所以他只好乖乖的回到父亲的家。父亲没有把他看成奴隶啦，他说：“你是失去又得到的，获得的。”所以把他拥抱，虽然脏兮兮的。这个故事是耶稣讲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在我们讲我们今天这个情境。当你看重这个儿子的名分，你就发现说：哇，你这个身份是不得了啦。这段经文说：上帝所赐的灵，不是要奴役你们，使你们仍在恐惧中，而是要使你们成为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借着圣灵，我们向上帝呼叫：阿爸，我的父亲。阿爸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名称，是很亲切的名称，但是你知道不能随便叫啊，对不对？你到外面去随便叫阿爸，人家说你这个你在干嘛哈？好像台湾人两个习俗，一个是不能随便下跪，也不能随便叫人家爸爸。但是为什么这个阿爸的称呼会非常重要？因为他说，上帝所赐的灵，当我们奉主名受洗，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他就要让你成为上帝儿女的名分。话语讲一段很短，但是那个意义是多重大。因为他说，所赐的灵不再奴役你们，就是不会让你们在罪中当奴隶啦。你被解放了，你被释放了。刚刚不是说耶利米在先知在预言吗？说他们这个大卫的枝子要来拯救他们吗？让国度平安吗？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属灵的国度，我们也会被罪所奴隶，会被一些私欲捆绑，一些软弱痛苦所捆绑。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圣灵会帮你除去这个恐惧，有这个儿女的名分。我刚刚说儿女的名分多重要，这位浪子的经历就知道了。那些财团大富人的儿子就知道了。但其实要成为这个身份是不简单的啊。最近不是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吗？下一任的总统准备1月要就任了。然后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他要再把所有的非法移民用强制的手段把他赶出去。哇，那些好不容易千辛万苦躲藏到美国的那个各角落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们真的是能够抓得蛋。因为不止要被抓，而且要被遣送回国。那甚至他们曾经里面有一些犯罪的就要被惩罚。那为什么很多人千方百计就是想要越过？特别是在墨西哥跟美国的德州有一些交界的地方，一大堆人抢着要越过去。虽然有墙有围篱，他们就抢着要去。如果美国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赚不到钱的国家，生活很难过的国家，谁会想着要去？我们有些人要到东南亚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到非洲的国家，请你去你都不想去观光了，何况要偷跑过去。所以，这个美国人的身份，很多人很重视，所以他们抢着要去啊。但是他说你非法的，我要把你送走。基督徒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光明正大，而且是荣耀的身份呢。而且重要，你看下面的文句他说：“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换句话说，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没有一个我们肉体上的那个血缘的关系没有。但是因为圣灵奇妙的引导，我们在主里面，你我有一种
属灵的血缘在，所以我们会彼此称呼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特别我们在小组有那个亲密的时间，大家觉得，哇，在小组里面哦，有时候比朋友圈还更感动，因为大家出于诚意、出于爱心、出于神的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带导、彼此关心哈。我们这边有一位新朋友要受洗哈，特别是坐在前面这位姐妹哈，她是我们的佳瑜姐妹，她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密珍小组长举办一个手作班，她就纯粹想说，我来参加手作班哈，这个蛮，你知道做那个手作哈，非常疗愈啊，很多人想专心做那个事情，她纯粹只是简单想要来参加而已。没想到，他在参加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回那个宜兰哈，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来，哇，受伤到脚。照理讲要参加这个活动还受伤干脆不去啦有没有缴钱不管了，好，不去了。但竟然他受伤还一直来。他刚刚跟牧师讲说，他就是感受到我只是参加一个手作班，一般社会上一大堆这样的活动嘛，但是你们的小组就是这样的关心我，你们小组就这样的接纳我，而且为我解除很多的烦恼跟忧虑。那所以重点是在这里，我们彼此真的没有肉体的血缘的关系，但是记得圣经说，上帝的灵和我的灵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上帝已经发出这个邀请了，但是你如果灵上没有接纳，好像这个不对焦嘛，对不对？好像那个频率没有对上。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你说原来我就得到这个宝贵的身份呢，我是成为神的儿女哎。我们是借由圣灵，让我们有一个属灵血缘的关系的家人呢。那这个第三点，牧师有漏掉，因为这个没有重贴到，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继承了神的儿女是一个宝贵的身份。再来就是继承，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有他说第17节，他说：“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享有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福泽，也要跟上帝同享上帝所为他的保留的。”这些话比较属于中性的话语。台语的圣经，你们如果周报可以看得见台语圣经有写他一共连写了3次是什么呢？他说：“既然我们是上帝儿女，就是做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是跟基督同样做继承人。”重点在这里。刚刚不是说一些有钱人的儿女呢，都抢着要当继承人了，因为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啊！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继承，是因为上帝国度的恩典，你有份了。而且唔惊你伤济啦，我们是说哇，儿子2、3个，大家抢分了，分成3份5份、6份，分都稀释掉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他说，我们跟基督基督的救恩有什么，你就有什么。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呢，最后一点是，我们分担基督的苦难，也要分享他的荣耀。但是我们跟主耶稣是祸福与共，主耶稣他享受的荣耀，也要跟他的一起成为儿女的弟兄姐妹一起享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欢迎这群新家人，请你记得，受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因为你被圣灵印记了，做了记号。这个记号是永久有效的。而且是神的恩典，要让你成为继承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互相教会成为一家人，在我们整个国度、全世界的所有信主的人都是成为一家人，然后享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成为他的继承人，享受这个祝福。今天我们洗礼完要领受圣餐，这个圣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圣餐的人，大家都同样有份，因为我吃这个饼，你也吃这个饼，没得分大小。喝这个葡萄汁当成代表主耶稣的宝血，你有份，我也有份。等于又是领圣餐，就来证明我们是继承人的身份，不用去法院去宣告，也不要去验协议，不用，
是因为主圣灵亲自跟我们作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期待我们一个小组在迎接这群新家人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小组里面让他们知道这个身份是何等荣耀跟珍贵的，而且你要去借由你的灵修跟你的参加教会聚会，你去印证这个身份，因为是要体验才有的，不是牧师讲的我有有这个有在哪里啊？是印证了你经历神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工作、跟你的家人当中。所以有一首台语的圣诗，但是也有国语的歌词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圣诗527首，这首诗歌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为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段歌词呢，等一下我们要来唱一下哈。他怎么念呢？他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他一直重复。那第二段说，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主耶稣受丰盛的产业。我们要请大卫弟兄帮我们起个音哈，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来，有麦克风的可以帮忙一起带，一起来。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享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同享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得受丰盛的产业。哈利路亚！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好，感恩的时刻，我们真的是迎接新家人哦。这时候牧师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做预备。我们请长老还有同工开始预备，等一下要带领他们到前面来。做誓约，做洗礼，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今天增加了30位新家人，他们是在各行各业，从各地来，但是跟我们因为经历了圣灵的同在，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同作继承人。这个继承人是属灵国度的所有的权柄，要赏赐给我们。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享受荣耀。主啊，愿你坚固我们这一群新家人的心，让我们知道他们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珍贵，而且是主耶稣用宝血所挽回的。是的，主啊，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他们今天成为新的属灵的生日，所以他们要重新成长，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愿神亲自赐福这个圣礼点，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来唱一首这一个受